黎巴嫩有几来台 BB 扣当时爆炸，上无9个人死亡，被3000人受伤。这个机型是由台湾的公司授权予香咖喱来制作。泰国新总理贝东丹就任通过新的振兴方案，有社会福利卡的人，一人会当分到1万块的泰国钱，是台币9600块。日本气出幕副将军摕到18项外币奖，即马真侪外国人开始销日本的三木奶，参加工作坊的人平去年加买2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麦尚莹，欢迎您收看《新闻世界通》。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黎巴嫩伫个9月17日有几来台 BB 扣伫个无共地点同时来爆炸，上无是有9个人死亡，被3000人受伤。目前还阁无人来承认犯罪，也毋过黎巴嫩指控就是以色列做的，强调一定会报复。这位男性伫贝鲁特一间超市买物件时，向互病倒伫涂骹。其实，就伫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内，黎巴嫩甲叙利亚部分地区也发生数百件类似的事件，造成重大死伤。病医拢是人，救护车来回走踪，伤者真侪是腰、面、目睭受伤，有人镜头互病去，有人是规个手部都无去啊。真主党国会议员艾玛的后生也是死者之一。جديد على لبنان وسيكون للمقاومة الرد المناسب في الوقت المناسب إن شاء ا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عدوان الآثم من حيث يحتسب. 以色列军方17表示，已经针对所有领域的攻防做好准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一位弹药专家表示，这个 BB 扣可能倒有20公克赫制的军用顶级的炸药。一位真主党无徛名的官员表示，领导人捌经过组织来卖使用手机啊，卡免互以色列追踪。煞无料想到 BB 扣有陷阱。这也是双方冲突最近1年上大的安全空碰。The Iranian ambassador was also likely wounded. 纽约时报报道讲，真主党订的 BB 扣是台湾厂金阿波罗所制作的。以色列伫 BB 扣送到黎巴嫩进前，就先炸落来，并且改造，伫内部藏炸药，再个透过远距离来引爆。根据黎巴嫩消息人士，真主党几个月之前订台湾制造的5000台 BB 扣，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伫这汇装少量的炸药，以色列暗中进行精密行动的历史真久长。这个事件显示出长期用心的规划。美国对这个案件表示事先唔知影。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根据这个《New York Times》的讲法，这爆炸的 BB 扣是对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来的。以色列伫运送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炸药放入去内底，才来地施意外。也毋过，金阿波罗是表示讲，这个出代志的 AR-94的机型是香咖喱的配合厂商，也就是 BAC 来制作的。金阿波罗是敢若授权尔。这董事长柯清光嘛表示讲，伊家己嘛是受害者，所以无排除会来提告。目前树林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黎巴嫩用的是哪一款？没有在我这里，它不是我的产品，所以没有在我的这个内容里面。介绍产品，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柯清光严正澄清，黎巴嫩 BB 扣大规模爆炸事件出代志机型 AR-94型号，绝对唔是家己公司生产，只是大白挂名。透早伫新北市址的金阿波罗公司总部到警方来调查，几啊间外国媒体也来了解。柯清光讲，出代志代理商伫台湾有办事处，去甲伊透早就打电话去骂人，佮表示家己也是受害者，无排除跨海提告。制造是他，设计是他，他只是跟我买一个 logo， 就是这样子而已。你说的是布达佩斯这个公司吗？是。台北树林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金阿波罗公司10月200对外发声明，对外透露合作厂商 BAC 公司伫布达佩斯也澄清这机型可救起的设计甲生产，拢甲金阿波罗无关系。目前有跟 BAC 联络上吗？不是 BAC 有找你们吗？警方现在还在持续调查中。对，我们还在调查中。对。面对提问，记者无继续回应，但表示警方在进行调查。司法市长侯友宜就表示，已经指示相关局处去了解过程。我们其实在第一个时间，我也请我们市府的相关单位，警察局啊、经发局啊，我们会跨局处联合去了解这整个过程。了解完以后，再跟各位来做一个详细说明。
新北市经济发展局表示，金阿波罗公司是合法工厂产品与通信传播设备、导航、钟表等，目前查无违规记录。根据经济部调查，2021年到2024年8月，这公司出口16万套呼叫器，今年1到8月出口4万孔929套，最后出口对象是欧美国家，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的记录，后续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的金峰乡滨木部落有一个83岁阿嬷，伊摕别人送予伊的鹿梨肉来包做是传统的阿摆，结果食落到地半暝啊，就来过身。来酒龄的亲情50也食到这的物件，所以拢总有11个人开始吐，落尾送病院了后，其中2个人是救无回来。即马卫生局也已经来采样送验，卫福部也派专家来了解状况，报告上紧伫1礼拜以内就会出来。透早台湾县金峰乡滨木部落发生亲像集体食物中毒，当地族人讲17中秋节下昼，一位老婚人摕另外一位族人予伊的鹿梨当作食材，用血桐叶甲台仔做成10条传统的阿摆。伫聚会的时阵要分予亲戚朋友食，老婚人家己先食，也毋过半暝就出现无爽快，送医抢救了后死亡。后来大约有20名的亲友来守灵，也食剩落来阿摆，到18透早就有11人陆续吐，紧急送医。医师表示，无排除是鹿梨有农药，也无排除食材有问题，才造成中毒。留下来的12点多，他们又把那个阿伟9个阿伟拿出来，反正有吃的都有出状况了。像农药中毒的这个征兆呢？不排除，因为他身上会有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味道，但是不确定有没有，我没有帮他送一个农药化验的那个检验酶去化验。卫生局早起去部落采集检体，送食药署进一步化验，下到食药署甲动物专家也专程到台东了解情况，检验有过1礼拜来报告出来。那现在初步是知道是患者大概都是吃到这个阿拜之后，大概1-2个小时就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卫生局统计，这件中毒事件有12个人送医，目前连同老妇人有3个人死亡，8个人也在加护病房观察，一个人已经出院。食药署目前锁定鹿梨、血桐、曼陀罗甲农药残留的问题，警方经传唤被鹿梨的族人说明，先后将人请回。台东地检署下昼也会同发起甲死者家属到殡仪馆上验遗体，厘清死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中秋节航班，哪像变做是一项过节的活动，也毋过即马国内走白的案件也变多。顶礼拜就有要14万人因为走白去到病院，最近4礼拜这走白的通报搁较超过100件，这是5档以来同期上悬的纪录。另外，这校园长啊病毒的疫情嘛还袂煞，1礼拜内就有192班停课。疾管署是来预计讲，上无搁爱1个月才会脱离流行期。病院急诊室客满病人，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参加中秋节航拍活动，食歹巴肚、吐过了。医师表示，最近因为急性胃肠炎来看病患者比平常增加大约2成。肠胃炎的患者来到急诊室，我们依照病人脱水状况跟人虚弱的程度，跟其他的伴随症状跟其他的共病，去决定是不是要帮他抽血检查。考以为说OK 的，结果某一部分他不熟。那就是因为吃到那一部分，回去就肠胃就不行。疾管署监测发现，顶礼拜全台有13.7万外人次因为老挂门急诊就医比前1礼拜提升3.3%。最近4礼拜，老的群聚通报有106件，是5年同期新高。发生场所以餐饮旅宿业上侪，其中检出鹿乳病毒大约占半数。疾管署警告，中秋节过了后2礼拜是老的疫情的高峰，有90岁车会达到高点。1礼拜去看病的，就上看15万人次。预估可能高峰会落在10月初，然后上看每周15万人次，所以目前到这个10月初这段期间，还是请大家特别要注意饮食的卫生跟饭前跟如厕后洗手的一个习惯。除了老，肠仔病毒疫情也继续升悬。顶礼拜全台因为肠仔病毒就医就达到14万外人次。开学了后，航空单1礼拜停课都有192班。疾管署预估，要到10月中下旬，才会脱离肠仔病毒流行期，而且南北状况真无同。南部疫情高峰会继续较久，建议家长甲学童爱保持定洗手的卫生习惯。记者综合报道。
泰国的新总理，也就是前总理戴克新的查某囝贝东丹，即马已经上任，昨通过新的振兴方案，针对有社会福利卡的人，差不多是1456万个，一个人是会当分到1万块的泰国钱，大概就是台票买到9600块。伫前总理赛塔互法院判定解除职务了后，泰国国会杀出38岁贝东丹出任总理，延续戴克辛家族的政治香火。伊上任了后，第一项重大政策就是发现金补贴的方式来促进民间消费，佮有振兴经济。贝东丹原底想法是针对买7000万的泰国公民当中的5000万人来发补贴，而且是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来发。不过，伫内阁讨论了后做调整，除了一部分改做直接发现金，适用的范围也变细。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อนุมัติตาม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สนอโครงการ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ปี 2567 ผ่านผู้มีบัตรสวัสดิการแห่งรัฐและคนพิการ โดยจ่ายเงินให้แก่กลุ่มเป้าหมาย คือผู้มีบัตรสวัสดิการแห่งรัฐจำนวนไม่เกิน 12.41 ล้านราย และคนพิการจำนวนไม่เกิน 2.15 ล้านราย เป็นจำนวน 10,000 บาทต่อคนจะเริ่มทยอยจ่ายเงินตั้งแต่วันที่ 25 กันยายน พ.ศ. 2567 เป็นต้นไป泰国的经济成长率伫2023年交出1.9%的成绩，伫东南亚国家算是排较后壁。实际上，伫2023年的大选当中，贝东丹因的为泰党就以振兴经济做竞选的主张。จากตัวเลขที่หามาเนี่ยกลุ่มเปราะบางกลุ่มแรกเนี่ยค่ะในเงิน 10,000 บาทที่ได้รับไปก็จะมีการใช้จ่ายนะคะค่อนข้างเป็น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สูงมาก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เชื่อได้เลย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กระตุ้น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น่นอนในเฟสแรกค่ะ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发现金补贴的政策一开始就受到财经学者的质疑，其中佫包含捌做过泰国中央银行总裁的专家，认为这一定会造成政府开销膨胀的失控。贝东丹对此表示，除了缩减发放的范围，锁定弱势族群之外，政府也会监管财政纪律。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南美洲的厄瓜多即马可汗的情形是一甲子以来上界严重的，因为这个国家因大多数拢是靠水来发电，即马要长咧欠水，所以政府是宣布公部门有4天的时间是爱踮厝内上班。对后礼拜一开始，这暗时10点过了，就会来停电8点钟。另外来看到这非洲的国家辛巴威嘛是同款可汗，食食是真欠缺，这当地政府是决定要来开200只的大枪，互民众会当赶紧治疗。南美洲厄瓜多75%的电力拢靠水力发电，不过对今年开始，就因为一直可汗、甲输电线路各种等等的原因，真侪届发生全国性的停电。伫4月19，厄瓜多政府就捌因为欠电，宣布全国进入60天的紧急状态，逐天限电13点钟长。不过可汗的威胁一直拢有。厄瓜多政府伫9月17日宣布讲，目前拄到60年来上严重的可汗，为了减少用电量，19到20、26到27，政府部门的所有员工爱伫厝远距离工作，也若23到26暗时10点开始停电8点钟。实际上，18暗时10点了后，就已经开始实施连续8点钟的停电措施。厄瓜多政府阁讲，全国会有电力危机，除了因为可汗之外，是水坝无长期的维修计划，因此要求50名有相关技术甲知识的阿兵哥爱接受训练。SELEC ha diseñado un plan de capacitación para que los miembro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participen en la operación de las unidades de generación eléctrica. Vamos a cuidar la generación eléctrica y la infraestructura energética y estratégica del país a toda costa. 伫非洲的内陆国家辛巴威是拄到40年以来上严重的可汗，非洲南部的农作物拢死去，造成粮食大欠的危机，致使全国将近一半的人口面对严重枵餓的风险。辛巴威伫17表示，枪的数量已经超过枪拿会当负担的数量，因安尼政府计划抬掉200只的枪，甲枪的肉分配予当地枵餓的民众者。伫这进前，非洲南部伫南非边仔国家纳米比亚，也为着应对数十年来上严重的可汗甲欠粮食的危机，抬掉700只包含枪甲河马等等的野生动物，甲因的肉分予当地居民。这款的行为也引发动保团体强烈谴责。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世界潮流家要带大家来看这描写日本幕府时代戏出幕府将军，是摕到18项美国的艾美奖，正做是第一出摕到最佳影集奖的非英语的作品。因的男女主角嘛拢得奖，这是日本第一个摕到艾美奖的演员。即马受到这个戏出的影响呢，所以真侪外国人是开始来销日本出，嘛来销日本的萨姆莱，穿日本衫、夹武士的刀啊，来参加工作坊的人是平旧年加买2倍。由日本的资深演员金田公之主演的《幕府将军》，在本届的艾美奖摕到剧情类最佳影集、最佳男女主角奖等18个奖，创历史纪录。这也是第一出赢到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影集奖的非英语作品。这出历史的影集在美国风评袂歹，有愈来愈侪外国人亲身到日本，体验搁较正版的武士道精神。1, 2, 3, 4, 5. 因穿好好，手提武士刀，伫东京这个工作坊对口令学牙刀的技巧。You feel the weight of a sword and how it would be to handle a sword and to hack at opponents. It does feel different now. Yeah. 除了感受扑草笑的爽快，学会晓甲人对战的美感，安怎向对方表达感谢，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也袂当落错。看到学员真认真咧学日本传统文化的源头，教练也真欢喜。僕も真田広之さんのファンだと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からしてももの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方が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で日本のいわゆる古い文化が今につなが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要は元々のところを世界中の人が知る機会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嬉しいですよね。东京这档工作坊的业者是表示，因为幕府将军来报名参加的人客比去年加1.5倍到2倍。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讲，幕府将军所引发的效应甲回响，让真侪人料想未到，也反映出欣赏来接受台湾文化已经是普世价值。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再来看全球正出名的电动业者，也就是日本的任天堂。今年10月要伫个当初起家的所在，也就是京都来开一间博物馆。创业到今已经有135档的历史，所以所有出名的产品也会伫遮来展出，让大家做伙来欣赏。这几个人排一列，手内摕着一档发射镭射光的遥控器。标准大荧幕顶头的目标是开关射击，这是任天堂博物馆所安排的体验设施之一。这几位拢是博物馆的员工。带头的是这部讲解影片的主讲人，也是任天堂现任的执行董事宫本茂。こちらではファミコンから Wii に至るまで様々なゲームをプレイできます。でもちょっと何か違いますよね。而且有展示各种超大型的遥控器，和耍的人甲因伫咧厝内房间无同款的电源感受。任天堂伫咧这2-3代人的印象内面，就是电源的代名词。これは任天堂が初めて作った家庭用のビデオゲーム機、テレビゲーム6と15です。ちょうど私が入社した1977年に発売されました。不过，若讲到任天堂这间100年老店的历史，是自一部电视加电脑晶片的时代就开始。創業は今から135年前の1889年です。はじめは花札やカルタの製造が主な事業でした。それ以来任天堂はさまざまな遊びを生む玩具を作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らがゲーム&ウォッチやファミコンへとつながってきました。其实任天堂也个做过影印机、囡仔耍的枪，甚至是红耳车，也个各种踩伫咧桌顶耍的游戏。像这台真就是棒垒球发球机的机器，互耍的人甲出来房间甲客厅变做打击练习场。部屋の中にあるいろんなものにボールが当たるといろんなリア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す。左右に打ち分けてみてください。任天堂伫咧明治维新的初期，由这卖京都市起家，并且伫附近地区设有制造工厂。其中这间伫咧京都府宇治市的这栋大楼，经过改造了，这卖将会开幕变做任天堂博物馆。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好，其实对艺术家来讲，这光、乌、影、甲、镜嘛是因创作的材料之一。伫英国的伦敦有一间博物馆，是利用光学来制作真深色的错觉的效果，互观众是看甲直直学乐。卢古林对上较矮的查甫看起来真惊人，两个人搁交换算看卖，身悬搁颠倒柄。原来这张桌啊，雄雄出现一粒人头，根本就是日本鬼片精致的笑亏版。这张碰椅甲壁顶的画要现机，将一个人的身体甲下半身，因的胃就亲像和失电魔术同款，分做两地。再利用光效制作出来的奇幻效果，是英国伦敦贝伦博物馆的展览。作品利用视觉的原理，营造涵盖的错觉效果，让参观者用目睭感受冲击。Every exhibit was designed with the photo in mind. The old style museum is boring. The new style museum is the one that you can communicate easily to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and go back and remind yourself by seeing your photos in your phone. 现场也利用光线营造展品的动态效果，壁顶的叶仔伫灯火之下，那亲像咧飞。原来这个地铁站的造景，顶面下面颠倒柄，动了灯大的效果，互人看甲花洒洒。We've got so many spaces, so many exhibits, so much fun that you can have, and some great photo opportunities, like this one right here, where you just got to turn the picture upside down, and suddenly you've got something awesome to share. 镜也是贝伦博物馆常用的媒材，斟酌观察这个镜的球体，折射的光线营造出无底的深刻微光，也佮有这片镜的展区展现出奇妙的微光空间馆。创意的展出，让参观者翕出趣味的相片，伫社群真实行。We can't send individual photographs to everyone, so we use social media. And having a space like this where we can take some really fun photographs, create some really unique experiences, and share them with our friends is just absolutely brilliant. 国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阳，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